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几工甲几夜工。华语的需要几天，需要好几天；台语讲爱几工，爱几夜工。你要去下港住几工？哦，我要来住几夜工。甲老师傅问讲，做一粒人屎的狮头爱几工？老师傅讲爱几夜工，搁几夜工，搁几夜工。几工拢是用你的问句，譬如讲，你即摆到美国出张爱几工？爱一阵啊。即届你才要工程爱做几工？无一定。啊，几夜工嘛会当念滚啊工、滚落工。像讲，我几夜工无看到你啊，你人有好好无？啊，小连续滚落工落大雨，落甲互人真压杂。几工的几用法真快，常常用到。像讲，恁有几个人爱传几粒便当？啊，这个皮包啊是大牌子，恐惊就爱滚啊100万，我买袂起啦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几工几夜工，实在真趣味。